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5章第2节到22节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判断的主权。曾经有教会的牧者拒绝为自杀的人举行葬礼。当然，牧师同意自杀的行为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，但是那个判断谁可以进入上帝的国的主权并不在牧者身上，当然不在我的主权了并且呢，就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告别礼拜其实并不是为死人而举行的，应该是为了安慰活人而举行的。很多人呢喜欢追求权力，就如同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和夏娃，他们追求的是判别是非的这个权利。撒母耳记上卷25章第2节到22节记载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，就是大卫跟拿巴之间的事情。拿巴呢，他先入为主，甚至有一点点在侮辱有意讥笑大卫，好像他是一个叛逃不忠心的仆人。他为神呢已经先判断了。经文这样记载，有一个迦勒宗族的人叫拿巴，是从马云城来的。他在迦密城做生意，是个非常有钱的人，拥有3000只的绵羊和1000只的山羊。他的妻子叫艾比该，是一个美丽贤惠的女人，拿巴却是一个凶恶粗暴的人。大卫在荒野听到拿巴在迦密剪羊毛，就派10个年轻人到迦密去找拿巴，向他致意。大卫要他们代替他向拿巴来问安说：愿你长寿，愿你和你一家平安，愿你事事顺利。他听说你在这里剪羊毛，希望你知道你的牧人一向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没有欺负他们。他们在迦密的时候没有失掉什么，你问他们，他们会告诉你。我们在节日来到你这里，大卫请求你善待我们，你能分点我们给我们什么，就给我们什么，也给你亲爱的朋友大卫。大卫的部下以大卫的名义向拿巴传达了这些话，等他答复。拿巴回答说：谁是大卫？谁是耶西的儿子？近来这地方逃跑的奴隶很多，我才不随便把我的饼、水和剪羊毛人预备的肉给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呢。大卫的部下回去，把拿巴所说的话都报告大卫。大卫就下令说：配上刀。他们都照做了。大卫也配上自己的刀，在这400个部下出发，留下200个人看守补给品。拿巴的一个仆人对拿巴的妻子艾比该说：你听到了没有？大卫派使者从荒野来问候我们的主人，可是我们的主人侮辱了他们。他们实在对我们很好，从来没有麻烦我们。我们跟他们一起在荒野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偷过我们的东西。我们放羊的时候，都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日夜保护我们。请你想想该怎么办？这事可能成为我们主人和全家的灾难。我们的主人很凶，谁的话他都听不听进去。艾比该连忙预备好200块饼，2皮袋的酒，5只烤好的羊，17公斤烤熟的麦子，100串葡萄干和200块无花果饼都驮在驴背上。然后他对仆人说：你们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
艾比该却没有把这事告诉丈夫。艾比该骑着驴，正绕着山坡走下来，忽然看见大卫跟他的部下迎面走下来。大卫本来想，我为什么要在这荒凉保护那家伙的财产，使他没有丢掉任何东西？我这样帮他忙，他竟然以怨报德。天亮以前，要是我不杀光他所有的人，愿上帝重重的惩罚我。保罗对于审判的主权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跟意见。他特别针对在教会里面信徒之间的纠纷的时候，保罗教导的观点其实是针对教会内的纠纷。他认为不可带到未信者的面前来处理，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保罗认为属于上帝的子民都有判断的权柄。更明白的是说，教会内不应该有纠纷。这就是没有见证的生活，也是哥林多教会真正的问题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，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教导，在这当中这样提到：你们信徒之间如有争论的时候，怎么敢告到不信主的法官面前去，而不让信徒替你们解决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信徒要审判世界吗？你们既然要审判世界，难道没有能力解决这一些小事吗？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是世上的事呢？那么如果有这一类的纠纷，你们要让那一些微不足道不足教会所重视的人来处理吗？多么可耻啊！难道在你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替信徒解决纠纷吗？你们当中竟然有信徒控告信徒的事，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去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证明了你们完全是失败的。为什么不愿意受点冤枉，不甘心吃点亏呢？你们竟然彼此冤枉人，互相亏负，连对自己的同道们也是这样子。难道你们不知道邪恶的人不能做上帝国的子民吗？不要欺骗自己啊！凡是淫乱、拜偶像、奸淫、作恋童、亲男色、盗贼、贪婪、酒醉、毁谤人，或是勒索人的，都不能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你们当中有些人从前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你们已经被洗净了，已经被圣化归上帝，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我们上帝的灵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了。诗篇57篇，上帝啊，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来投靠你，我要在你的翅膀下求庇护，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。我求告至高的上帝，向供给我一切需要的上帝祈求。他要从天上答应我，救援我，他要击退压迫我的人。上帝要向我显示他信实和不变的爱。我被仇敌围困着，他们都像吃人的狮子，他们的牙齿像枪像剑，他们的舌头像锋利的剑。上帝啊，愿你伟大的彰显的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仇敌张开网罗要捕捉我，我被灾难压制了。他在我的前头挖掘陷阱，自己却掉进去了。上帝啊，我心坚定，我不动摇，我要歌唱，我要颂赞你。我的心啊，醒起来吧，琴啊，瑟啊，醒过来吧。我要把太阳也唤醒起来。主啊，我要在列国当中感谢你，我要在万民当中颂赞你。你永远的爱上达高天，你的信实高入云霄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求主教导我们以和平相处，避免彼此的纠纷。愿我们能够学习将要面对彼此的问题困难，要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主判断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